会跳舞。嘿嘿嘿 S1 S2 你好你好，你是暑假鸟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小麻雀乐团。今仔我只想要退价，退价，下班了我就要退价。阮伫中央公园我靠，在练习。对迄时阵，阮咧想团名的时阵，人讲要叫啥？我说遐有迄个小麻雀，看起来就欢喜。阮叫小麻雀好啊。就是安尼，希望讲阮的歌会当像个小麻雀安尼，互大家足欢喜安尼。自由的感觉。无毋对。阮今日有唱的一条歌叫《一人一个》，嘿，伊就是甲迄个中秋节有关系嘛。我迄时阵咧写这条歌的时阵，拄好就是伫中秋节的差不多迄个时阵，是甲大家的健康有关系。就是甲大家讲，咱中秋节拢会食月饼，月饼食秋节会变肥，所以让大家一人一个月饼就好。到底是伫倒位？请你出来陪。就是阮的歌手婉婷老师，蛙粿，蛙粿叫蛙粿蛙粿。就细汉的时阵，老师有一工就叫我蛙粿，我就讲有，所以我就叫蛙粿。你要叫啥？小汤。小汤啊，叫小杏汤。汤3点水。我是恁，我是主唱，对。这是阮的。我是吉他手6一。我家己是平常是一个吉他老师，有伫咧社团咧教社团。我平常时除了乐团以外，我阁是一个唱歌的老师，主要就是咧教学生仔唱歌。一般学生仔来学唱歌，通常拢是兴趣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工课互我足欢喜的，因为会当做我喜意的代志，就是唱歌，嘛会当帮助别人，会当唱了更较好。海比11号，赞！一粒茶叶蛋。